佢就話最大嘅心願，佢話我死都冇所謂，最大嘅心願就係如果能夠捱多2年，睇住個孫大啲點都好啊，起碼睇佢生性咗之後自己走到好，點不知都1年都過唔到，係嘛？10個月多啲。即係確診到走咗嘅時候，即係手術到走就10個月零10日。咁佢都即係肝癌手術後嗰啲任何痛苦佢都經歷過啦。到最尾就係你會唔會好痛心啊？睇到佢即係，梗係會啦。真係睇佢自己都話啦，唉，都冇眼淚，佢自己話。咁喺即係你老婆即係同咗你結婚有幾多年啊？30年有冇？唔止43年。43年。42、3年啦。我今朝自己喺度喺我屋企戇居居飲茶都諗起啊！即係同相識佢到佢走就44年，即係真正感受到即係心力交瘁。咁啊，從發現佢嗰陣時候，你嘅心情係點樣？梗係好焦慮啦，所以而家都仲食焦慮藥㗎。即係因為得一個細路仔，你知啦，佢一有病，佢知道自己開始即係要手術啦，咁佢就嗌個女，不如你唔好做啦。佢話因為而家得一個細路仔，個孫又未大，咁即係話老公，即係佢話個女嘅老豆，即係話我啦嚇。佢話老豆身體又唔係好，又長期要食降壓藥，又有啲即係焦慮，即係成日就覺得即係一有起事嚟幾麻煩。因為呢頭家自從結咗婚以嚟，都係個老婆做打理嘅，即係買餸煮飯啊，照顧孫啊，反正由個女到個孫都係佢付出嘅多，所以到佢一確診咗佢呢個病，我哋兩父女都覺得即係呢頭家都好麻煩，即係變咗我就要做多啲咯，又買又煮啊，又反正就3點成一線。佢嘅痛苦啦，又因為佢又本身又唔算話冇文化，佢喺網絡嗰度即係喺啲微信度睇到佢呢啲病係。即係已經係判咗死刑㗎啦，即係拖落去亦都冇用嘅，所以佢就成日都想快啲，即係驚住影響我哋兩父女。即係佢係冇信心㗎啦，對自己呢個病，佢睇好多嗰啲，因為你知啦，而家手機嗰啲嘢，你一睇開嗰樣嘢，佢就日日都彈俾你睇嘅，驚你唔睇嘅。體檢報告佢全部自己睇翻，佢唔會話驚到唔敢睇啊！我就反而唔睇嘅，我一路都唔敢關注佢嗰啲病痛，因為我知道係好麻煩。你學到最深刻嘅係咩？即係感悟到啲乜嘢？感悟到醫院嗰個醫療制度確實太差。即使好似佢呢啲咁樣已經係宣告咗死亡啊，你都仲要佢兩頭轉醫院，15日又話要轉，所以佢都話啦。佢話中國嘅醫療制度係害咗佢哋呢啲真正有病嗰啲人，係啊，即係15日嗱，佢好似喺我哋對面喺市一做完手術翻嚟社區醫院，即係區醫院啦住咗10幾日啫，又要轉咗去荔灣區醫院，去咗荔灣區醫院住咗15日，佢就行唔到啦。佢話：你如果唔係咁樣，即係佢嗰個醫療嗰個方法唔同，即係個方式唔同。滴嗰啲針咧，一滴就要10幾個鐘頭，根本就冇得俾你落地。呢度又開窿，嗰度又開窿咁樣，所以佢原來都好堅強啊！佢自己即係盡量都唔請護工㗎，即係我哋日頭有人喺度㗎嘛。後來都係頂唔住。後來都頂唔住啦！你都已經咁，你同你老婆即係咁多年40幾年，應該都冇咩遺憾啦，係咪啊，阿叔？遺憾就冇咩遺憾噶啦，即係人就始終都有嗰日㗎，係嘛？個女都滿意㗎啦，佢話：老豆你都盡咗自己力㗎啦，佢話。